那预定的话要交多少钱？30%。毕竟你要5万多块钱一个月的，肯定是要去看一下这个房间的。这个房间可以的。哪一天正好有人空出来，前面一个走了，后面一个还没进来，你打个电话给我，我带我媳妇过来看一下。那今天我能不能到你那个楼层，不要进去，外面看一下到底什么样一个环境？哦，就是这样子的，一间一间的。哦，这个里面是活动室是吧？那个地方看来看去感觉不大对，门里几个楼面嘛，一些一人，一些2人，一些什么外头会员人，我大不相信生意海得搿场卡满。一个海钿5万多块样的一个房间，看也不好看，面的又不对。最关键是还要加30%的定金，等他请个问去算，人是也幸福着，那还办？第2个月子中心待着，搿个楼向上比钢铁还要高啊！这个月子会所在100多层啊？对，100多层。好像新区也有这么一个酒店的。英迪格吗？哎，对对对，像得不得了。这一层里面全部住的是产妇是吧？产妇住的房间也是可以看见这个风景啊。那肯定的。哎呦，很好的。最便宜的是28天12.88万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可以接受。可以接受是吧？护士制的，纯护士制的，3餐3点，1天6顿。对，酒店送餐，包括食材也是酒店的，总比你在南环批发市场买到的要新鲜，对不对？这个肯定是可以保证的，对不对？要你们调一调菜是可以调的吗？咸淡那个他给你一点盐。对，咸淡可以调。正常饮食就可以了，不用太矫情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12万8800的房间。我觉得看风景是蛮漂亮的。不是啊，我跟你讲呢，你看上30天也就这样了。像这个地方的下雨，感觉好的不得了。下雨就感觉云在脚下，就像水帘子一样。这些就是婴儿用品啊，免费的。像这个尿不湿了什么呢，都不用我们自己带的，全部都是用。对的。哦，你说什么意思？这里游泳的呀，是市面上唯一一家使用腋下游泳圈的月子中心。就是2个人相处就确定下来，还没结婚，现在在收拾婚房。你倒是想得很远呢。对，我们这一层的话是只有3间的。哎呦，那你结婚还早着呢，起码还要空关个半年。可是要小孩不能等啊。就想生个兔宝宝是吗？18.88万，谢妹子啊，感觉怎么样啊？这个地方大了，对，多了6万块钱。对，夜里面灯光一打，和湖景房各有千秋。你还要办酒席了是吧？索性一起，婚礼月子都在这里，一条龙。哦，不是一条龙。再见啊！12万8,800。我自家带一个地方来开个房间，一只大床房1300，年8日天3万6400。我自家再寻2个额山，人类服务还多6万块。谁说额山搭沙母娘一台1日吃6顿，还吃不脱。关键一个事体，最近嗨叫一搭儿子媳妇堂堂男子得来，与其里做丈母娘。113层楼啦，刚吃回到屋里，120块办个豪宅记得来着。我一出去噻，挨上一般么子，一打印搞复印。3月份再挨上都有个楼梯子，户口簿、退休证、身份证，4块5角抽脱。中国人出大国真的不容易。想当年唐朝辰光，凡山来好，大概你还是挨上单白人教读的，外国人寄来了海。60年风水轮流转么，本读的颜色搭搭，难怪来了目中无人。水里眼是人类进化的杰作，大胆国家，3大把电线木管的，不例外。